家好多國家都推行最低工資，基層員工當然開心。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強制加薪會令具備一定技能嘅員工因公司考慮成本而失去工作機會呢？而且社會資源都可能因此錯配，形成有工冇人做、有人冇工做嘅尷尬局面。喺企業老闆嘅角度，一定要揾替代方案，避免人手不足阻礙生意。所以智能技術 AI 正好係佢哋嘅好幫手。舉例，大廈保安最主要嘅職責就係監控出入，而家可以透過閉路電視同 AI 技術做到全天候自動化監控，識別身份，發出預警，利用感應器就能做到完全無死角。至於私隱問題，完全可以透過法律嚟解決。睇通睇透，你就可以發現 AI 隱藏着無限商機。